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人呢？不知道。人呢？人呢？你没事吧？鳄鱼，行了，你们俩真是够了。我们家波波呢？我在这儿。波波，老大他们呢？对啊，老大，大哥。哎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峰峰呢？峰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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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呢。峰峰，臭死我了！峰峰，峰峰。你终于醒了！你这一觉睡了整整2天呢。要不是你睡觉打呼噜打得那么响，我还以为你又晕倒了呢，又要给你送医院去了。对了，你看你睡觉的样子，太丑了。你看这张，真是太丑了。谁呀？怎么在我家呢？啊！我不就是给你拍了几张丑八怪照片吗？我给你删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救命啊！我想起来了，色狼！那天晚上，就是那天醉酒的晚上，你也是这个样子。可是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啊？
天，淫贼！那天，色狼！淫贼！色狼！淫贼！淫贼！色狼！哎，峰峰，我是谁？那他呢？我不就是个采花贼吗？哎，你们到底是谁的朋友啊？我都说了，不要随便给我介绍男人，要介绍也得介绍高级点的吧？啊，像这种又嫉妒又 low 的老男人，我是宁缺毋滥呀！你说我 cheap， 你说我 low， 我可是落入现在的天子。朕3岁就立为太子，5岁登基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干嘛？你脑子还有病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脑子是被门夹了还是被驴劈了？怎么一回到现在就我，何人？不能，这是玩具，快坐下。这剧情也太狗血了，这还能玩？从医学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应该叫选择性失忆。有可能几天就好了，有可能会很久。最惨的是，永远都记不起来。 Oh my god！ 这大哥才刚刚恢复了记忆，峰峰又失忆了，这剧情酷毙了！是啊，他们两个不是你忘我就是我忘你，实在是虐心呐！你说这剧情反转的我都没有激情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 ending 啊？哎，你们嘟嘟囔囔的说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，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去等一个人啊！我都睡了好几天了，好几天没经营店了，再不经营，店都垮了。哎，等一个人，你还记得等一个人？那你还记不记得等那个人是谁呢？你有病吧？我都说过了，等一个人，神经病！哎呀，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，你现在脑子不太好。分你，像我这种单身女子，不能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只有靠自己和钱，那才是最值得信赖的，你懂吗？啊，那李欢呢？闲杂人等，靠边站，别挡姑奶奶的道。哎，拜托你们啊，不要再跟我介绍男人了，因为我心有所属了。心有所属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回来！他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吧，这是你9981难的最后一难，你想死我一下，挺过去就好了。说得好，就算在经历9981难，我也绝对不会放手的。大哥，加油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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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加油 ！Go go go go！ Yes， 耶！就算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你好，我叫李欢，婚姻状况呢，目前单身，离异，曾育有1子。我不是你说的什么淫贼色狼，我是你曾经的爱人。我们相爱穿梭千年，经历了很多很多。如果你记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愿意帮助你想起来。你真的好好笑。就算你要相亲，你也得说点自己的优点吧。我在古代是官一代，在现代呢，是富一代。哇，好庸俗啊！我可以洗衣做饭，以前都是我伺候你的。那么娘炮，我可以守护你，守护我？啊，你凭什么守护我？我吵不离骂不散，我打不走。胡烂！
姑奶奶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你真的是我之前的爱人？那我之前肯定是眼瞎了。这些都没有关系，我都可以理解。你失忆了，我可以帮你，我有经验，我会让你把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想起来。无论怎样，你相信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守护你，帮助你的。好狗不挡路。狗，对啊，我是狗，我是小公狗，我就是你的小公狗啊！我对天发誓，我每天都会提醒你，我每天都会不断的提醒你，直到你想起我为止。想你干嘛？我又不缺人啊。你缺人呢？福生柳儿都不在，等一个人现在缺人手，我去给你打工啊！我没钱的。我不要钱，我免费给你服务，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牛做马，随叫随到，任君打骂，24小时全年无休。同意。你答应了？及时生效。真的，耶！我说，你雇几个人行不行啊？10个总行了吧？请慢用。哎，不行的话，我就自己花钱。那我送你个洗碗机总行了吧？这是本地的特色，你看看。喂，你别折磨我了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出选择。哎，这个就不错的。那试试这个呗。我可以做菜，我做的3黄蛋特别好。哎，不还是你教给我的吗？不信你让我试试啊，我做的可好吃了。这人真奇怪，又是你，啰里啰嗦不干活就开除你。把碗洗干净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检查。我一个商场奇才，脑力高层，竟然沦落到一个低下的劳动阶层。你说什么？哼！你竟然敢小看劳动人民，鄙视低薪阶层！你知不知道洗碗有多么重要？只有把碗洗干净了，客人才能够吃得放心。哎，不，你知道不是这个意思有多。少人生哲学吗？你知道有多少夫妻因为洗碗的问题而闹离婚的吗？一个男人如果能够主动承担洗碗的责任，才能够保持婚姻的和谐，家庭的幸福。爱情、夫妻、家庭，我们都说到这么远了，该不会想培养我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干活！yes， 戒指。啊！哎呦，这下我可死定了。这个对黄辉那么重要，那可是他的初恋，他的回忆啊！人静啊人静，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？哎，你别靠近我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那你怎么在这儿？算了，直接告诉你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把你的戒指弄丢了。我知道那个对于你来说很重要，可是我找了一下午了，除了垃圾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应该是丢在古代了。都怪我不好，要是我之前早点摘下来给你的话，现在就不会害得你永远都看不到它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用没脑子。啊！
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去找他吗？太好了，他还没丢啊！他在找到自己主人之前，是绝对不会甘心消失的。曾经有人说过，男生小指的 size， 如果和女生无名指的 size 一样，那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天作之合。这是根据我小指 size 买的戒指。今天，我想帮他找到真正的主人。可是那天我爸说你是……哦，原来你从那天开始就喜欢上我了。我……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比那之前更早就开始爱上你了。那天没有办法回答，是因为我不想为了别人的事情，把我对你的爱变成交易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就应该认真诚实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是谁说的？要大胆地说出来，要么欢心，要么死心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OK， 不错不错，哎呀，真好喝呀！开始。我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看我给皇上72变！我变！我是妖！我是妖！我是一只爱吃人的妖！皇上，出去！叮咚，叮咚，进。参见皇上，奴才呀，特来报告皇上，过几天便是太后娘娘的30寿辰，皇上想好准备什么礼物了没有？对呀，这都快忘记这件大事了。So busy, so tired。奴才这就给皇上来个马杀鸡。我捏捏捏，我切切切，捏捏捏，我切切切，我切切切，我捏捏捏。虽然时间非常的短，但这一定会好好准备的，让母后有个 surprise。对 ，surprise。这。嘿嘿。开始。我是妖！我是妖！我是一只爱吃人的妖！我是妖！我是妖！我是一只爱吃人的妖！你说你这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呀？不带这么折腾人的。什么呀？哎你！哎呀！哎，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秀恩爱，你就光明正大的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姑娘我虽然是单身，
也绝对不会被你们炫倒。放马过来吧！吓死我牛宝宝了！我们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商量一个正事。冯老板，之前跟你提过的，我们拐黄二想请我大哥李欢出演男主角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有点印象。我们两个都觉得，要是李欢出演这个角色，就像书中人走出来一样，肯定能够震慑到观众。我女人说的对，这要是换成别人啊，指不定演成什么样啊！说不定啊，演成一个暴君、昏君、淫君，什么乌七八糟的啊！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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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什么呢？别说！别说！别说！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，不是常人拥有的。我看你们比我跟他都熟，自己跟他说。但现在你是他老板呢，人家24小时卖给你了，我们只是过来见人的。多大点事儿啊！拿去！真的。漂亮，就喜欢你这性格。等着啊，我去跟我大哥说一声。哎，过来。嘿，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？我们想创业，可以吗？行啊，支持啊。那我们好好准备一下啊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